有人話 AI 令到社會更加進步，事實又係咪咁呢？10年嘅公司就會向 AI 發展，所以都係咁啊！無論係所有後期唔係淨係電腦特效啦，包括剪接啊、配音冚唪唥都向 AI 發展。我哋必須要跟住個潮流行啦，去做一啲唔同嘅創作。AI 技術嘅進步的而且確俾電影行業發生咗翻天覆地嘅變化。無論係特效、剪接去到配音，AI 嘅應用已經開始逐步取代部分電影工序，甚至部分嘅工作崗位。不過呢種變化係咪代表 AI 可以完美咁取代人類呢？我哋信報嘅專欄作家、維克森林大學經濟系副教授梁天卓就住呢個議題寫咗篇文章，題目叫做 AI 能否照亮電影未來？到底 AI 係勞力嘅替代品定係互補品呢？ AI 喺配音上面的而且確有明顯嘅進步。睇翻以前嘅電影有多語言嘅版本，不過就需要大量嘅專業配音員，甚至請埋當地嘅明星去做配音，以確保觀眾嘅沉浸感。不過而家 AI 嘅技術可以分析到原聲演員佢講嘢係咩通，甚至乎佢嘅聲音特質，之後將佢轉換成為唔同語言嘅版本，俾角色佢本身自己講到另一種語言。呢一個唔單止大幅降低咗製作成本，亦都俾電影嘅發行變得更加全球化。Drive to a challenge, and after they complete that, they'll get an envelope which will tell them where the next challenge is. 喺 YouTube 界都有成功嘅案例，或者都俾到更多嘅啟發。全球最受歡迎嘅 YouTuber 之一，佢叫做 Mr. Beast。好耐之前，佢就為影片配上西班牙文、日文等多種語言嘅版本。3、2、1、스타트! Yay! 소리 진짜 죽이네. 출발합니다. Si se exceden del límite de velocidad, serán descalificados. No aceleren, niños. 並且重金聘請當地嘅明星嚟做配音，因為佢發現即使頻道嘅主要語言係英文，都仲有接近2成嘅觀眾係嚟自非英語國家。呢一招好快咁樣幫佢泵大影片嘅流量同埋影響力。而家 YouTube 都積極發展緊 AI 配音技術，令到創作者可以更加輕鬆咁俾影片觸及全球市場。不過用 AI 去配音都唔係萬能嘅。攞翻 YouTube 影片做例子啊，Mr. Beast 嘅內容大多數都係簡單易明嘅挑戰遊戲、惡作劇等等，文化背景影響比較細，所以用 AI 去配音就幫到佢嘅內容跨越語言障礙。但係如果換轉係一位專門評論香港時事嘅 KOL， 即使有咗 AI 配音，因為都仲有嗰種文化隔閡，外國嘅觀眾都未必睇得明同聽得明條片講緊乜嘢。同樣係電影行業入面 ，AI 可以幫到香港電影更加容易走向國際市場。不過係咪打動到全球觀眾嘅呢？都係要睇翻內容本身。梁天卓話唔可以忽視文化因素對電影票房嘅影響。有研究就話，一部電影嘅情節同當地傳統民間故事如果越相似，嗰部電影喺當地嘅票房通常會越高。呢個都解釋咗點解動作片，尤其係超級英雄電影喺內地市場開放之後可以冒起得咁快，因為佢哋嘅文化背景相對中性，較為容易跨越國界。用同樣嘅邏輯去預測香港電影喺國際市場上面嘅表現。AI 配音嘅邊際效益應該會隨住題材唔同而有啲分別。好似《明日戰記》呢類科幻片，相對於充滿本地幽默同文化特色嘅《飯戲攻心》，《明日戰記》更加可能透過 AI 技術成功打入國際市場。AI 技術喺電影製作上面確實帶嚟咗變革，佢帶嚟嘅唔單止係挑戰，仲有機遇。技術進步可以降低電影製作同發行嘅門檻，俾更多嘅導演有機會將自己嘅作品推向國際。不過知名導演王家衛對於 AI 喺電影業嘅作用，講咗一個幾發人深省嘅睇法。一代人有一代人嘅機遇同埋挑戰，數字可以代替菲林，但係人工智能唔一定可以代替個性。我希望新一代嘅導演喺善用科技之餘，始終記住電影之迷人從來都唔係絕對理性嘅。電影有燈就有人，我希望香港電影嘅未來燈常開，人常在。梁天卓認為電影嘅靈魂始終嚟自創作者，而唔係科技。正因為電影有燈就有人，我哋先會對光影世界充滿無限期待。除咗財經資訊，信報近期加強文化藝術、旅遊、飲食、體育等嘅內容。
著名文化人蔡瀾復出撰寫專欄，每逢週一、3、5、6見報，週末版附送嘅風信紙，每期有唔少嘅文化專欄、名人專訪，帶領大家擴闊視野，領悟人生智慧，千祈唔好錯過啊！而家大家可以用38蚊嘅優惠價試閱信報網上版14日，大家不妨喺留言區 click 入連結，快啲訂閱體驗一下啦！